由5月罪成到6月判刑，香港政府一直匿喺各大傳媒，甚至喺中國外交部後面，淨係用文字鬧英國，話單案唔關政府事。去到今日，鄧炳強終於做第一個出嚟現身說法。佢話英國政府憑空捏造案情，根本就冇發生過呢啲事，完全係莫須有。成個審訊係公開㗎啦，亦都有大量嘅證據，即係講緊話係有啲信息嘅記錄啊、錢銀嘅交易啊，有好多嘅影像嘅材料啊，呢啲等等嘅證據都係俾咗陪審團去再討論，然後最後作出裁決嘅。佢喺被判有罪之前，佢哋可以得到保釋啦，佢哋可以自己選擇自己想要嘅律師啦。但係你調翻轉喺香港國安法嘅 case， 所有國安法底下嘅被告其實都冇呢啲咁嘅權利，國安案件甚至冇陪審團。咁所以我覺得即係鄧炳強自己咁樣講出嚟，佢自己唔慚愧，我覺得都真係幾好笑，同埋都好可悲咯。呢幾年嚟，開書店、犯國安、災民申訴、以災亂港，連開餐廳都要維護國安。鄧炳強就反駁話：我哋都冇好似某啲國家咁跨境捉人哋嘅總統，我哋只係追求相對嘅國家安全啫。香港政府喺呢幾年嚟，佢做嘅跨境鎮壓，包括係懸紅通緝我哋啦，騷擾我哋嘅屋企人啦，撤銷我哋護照啦，進行各方面嘅騷擾啦，甚至係通過佢哋喺英國嘅connection， 佢哋嘅 network， 通過 HKETO 去跟蹤啊，或者係騷擾我哋呢啲咁樣嘅 activist 咁樣。其實佢已經係做緊，而呢樣嘢比起你咩出去第二個國家綁架人哋，更加嗰個效果其實更加大嘅。佢係要令到成個香港嘅流散群體，成個公民社會都係處於一個恐懼嘅狀態啊嘛，用恐懼去滅聲，去令到大家都係驚，同埋去 isolate 我哋呢啲人咁樣。李家超任期剩返1年，於是各個官員都喺度數自己嘅政績。鄧炳強當然如數家珍咁，訂立23條、養眼計劃、打擊伊托米治等等，話令世界見到香港嘅安全同活力。佢話覺得香港越嚟越安全咁樣，呢啲係佢哋個世界會講嘅嘢。咁但係我唔覺得香港真係有安全咗。我覺得呢4年，甚或係即係喺國安法之後呢6年，其實佢哋係以恐懼治港多過真係用佢哋嘅能力去治理呢一個城市咯。鄧炳強被問到會否更上一層樓嗰陣，就話自己永遠支持特首李家超，強調自己只係瑣碎像塵，但又提到如果將來組織需要佢，佢就會繼續服務。唔知呢個組織係咪叫黨組織呢？曾經大家嘅電話 App 一定有佢嘅存在，佢唔怕權貴，敢於踢爆。當然咧，亦都有做得唔好嘅地方。無論點，佢值得喺歷史上留下一個記錄。由追光者主辦嘅蘋果珍藏特展，6月19至7月15號喺台北舉行，一齊備份蘋果，記錄香港。